目前是的前到冲，坤到冲，目前完，目前完。各位各位老师，各位各位代表，大家午安。我作为两位，今天未了事，表示进行，当然，可以听了饱，但是较高腰，但是有经常违法做饱，就去腰较少。对，包括是这个生命嘛吼，可以叫做慧命啊，叫做慧命，那叫做福气双修啊，福气双修，的修福的修慧叫做福气双修。咱今日来参加这个体育班，基本上来讲咧，就是对咱的心灵，咱的心的世界，咱的提升。咱拄则，咱心里面放手放开，受到无条件吼，无你生活有条件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生活有条件无？你生活要什么条件？你甲我讲。你生活的这个世界要讲条件，老母娘来叫。条件无得倒来，要哪你什么条件？所以生活是一个足自然，生活是一个足单纯，但是咱的心一定比无单纯，咱的心比复杂，所以你受到咱的生活变成足侪麻烦。所以人讲做来讲精神，你甲管理好管理，咱人要管理上来管理。精神你甲管良啊力，你就管过到良啊力。因为咱人你甲管理无好管理，真正是无好管理。伊来讲，因为咱人只要心太复杂，才有心只要杂。所以心复杂了后，咱哩修道就无单纯。咱哩生活就无单纯啦，讲生活，你生活就无单纯。所以是安怎人来到这个世间有这样一个代志。虽然讲一句话就讲一条米饲百样人，毋是一条米饲百样人，一条米饲几千万种人。人的心态变化是足恐怖，这是一个真恐怖。咱六祖有讲，思量恶事，即生恶业；思量善事，即生为善人。自性变化是多，咱感觉遐几日啊？几个美国联合国来讲，大做分析案，一个人头剁一块，肩胛头剁一块，骹剁一块，剁甲一个人并不是人，我走路变阿德，你有看见人无？有人吼，你看着无？因为恁心无迄个物件。你心无迄种物件，所以恁太敢做这个代志，恁绝对有敢做。但是有人敢做这个代志，是伊的心做这个代志。所以今日咱来知影，咱来讲这个心，你要安怎去调用？要去调用你一个公平物件。你一个心唔通一直调到你做不过来。但你修行就是调心。来调这个心，虽然圣人是调心，凡夫是调心。圣人是调这个心啊，要去把你的心、你的起心动念、你的念头，安怎动，当你就是觉察到，你叫做察觉到，不能察觉袂到啦。咱去做出来，咱去做作为条小，甚至有连观念，你就落来咱挂咧修正啊。哇，今日去做一个。我气着咧，我挡袂住啊！我安怎？讲错对个理，毋对就毋对个，我安怎讲错对个理？因为你毋甘愿，你毋甘愿，心毋甘愿，因为你才心安。所以咱的心，咱家己
调的和谐，所以咱必须和咱的身体的放动，必须和咱的身体怎样，必须和咱的身体的悲哀。真正悲哀啦！但是因为伊是按国际身体放动，因为伊重视着表象的外表，所以咱讲反复的表现，反复调这个身躯，这个身躯调啊是好势。一年3-4万块买的，你免相信。一年只要我介意这3-4万块都买的，只要我介意这条胭脂，这条胭脂什么牌，我下就买。是啊，因为伊着表象，因为伊表象，就讲我今日会当这个表象咧下伊的脚，伊的心脚，这个表象下伊的心脚。因为我的心脚就是爱我这个表象安尼，所以我一定较积极买的物件，我一定买。因为咱讲，因为你攀岩你这个世界来，但是你了解世界里头，因为这是一个瞬间的变。咱来讲，一个只啊，你过去毋是一蕊仔花嘛？你过去毋是一蕊仔花嘛？但是经过40年、50年后，你变成一条菜花，慢慢荒废，变到啥咧？是讲因为表象的变化，表象的变化，你看我讲停留你过去10变回时你嘛吼，有可能无？大家即摆看过去拢做苗条，拢迄苗条的拢会当做哪做魔术，即摆比大家拢比较大。对不起啊，我不要大。然后，你想过去安尼无啦，因为这个变，这个表象变，但是表象变化无要紧，那心灵的人伊会着表象变化，表象变化你毋是简单，这就是自然嘛，你变得较好得得嘛，人控制你，控制这个心。我只心永远10八岁，我只心永远就是无啦，我只心本永远就是光明，我只心永远就是哪？无作业，我只心永远无作业。当我只心开始起心动念了后，我才开始咧转什么物件？转你的念头，因为你的念头对倒来，迄个念头就会升来，什么升？地心的升。所以，咱较早迄个蔡经理讲出的。信念转个弯，啊，生命不是啊，你心念，你心念要怎转弯？因为迄个心念就是你的实体念，迄个实体念，知识体念。啊，迄个知识是怎么分辨？迄个知识是怎么计划？迄个迄个知识是怎么执着？有影？迄个知识是怎么计划？迄个知识是怎么执着？所以咱人讲。你这个人哦，主观意识怎么办？你这个人主观意识太严重，你的主观意识不他们人，你要他们做伙人，安怎讲？因为你就是要小姐，伊就是讲小姐唔捌输，啊小输安尼，小姐伊做这件事情，伊安怎转，伊嘛免得给反倒，因为伊有信仰，然后错，啊伊唔过出去嘴尔，对，出去嘴。伊就是迄个嘴叫做来，迄叫做辩才无来。要出去嘴尔，啊若思想伊拢不对。而伊叫讲到点，这个就心。啊世间的人，迄个心是哪？伊就爱认主。因我在讲，我当然修学这书理，我都问这书理啊，我这书理从哪位啊？对不对？但伊个变嘛变嘛。但是人有智慧人，人是为怎讲？要含。有智慧人生呢，咱毋甲无知识的，咱毋甲无智，咱毋甲无知识的人，毋甲遐无智慧的人讲话。因为无智慧的人讲话就是要挑战，要大声要声响。有智慧的人讲话，咱用理来讲，人咧讲出来做王法，讲出来做病。因为咱讲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啊无理呢，寸步难行。啊，因这高小姐是无理才小姐，有理才是小姐，敢是安尼？无理哪会小姐呢？有理袂小姐呢？有理才小姐，啊都有理啊！啊，你个走遍天啊，世界海阔天空拢比啊，你都小姐啦！
惊袂了，会大小者，敢若惊会小，咱就小者，敢是安尼？伊拄着境，伊拄着迄种着境，伊叫做压力啊。有压力，伊就是要有小者，伊咪转，他没有办法转4层次的，他没有办法转念嘛，他心念的力量不够，迄个心力，迄个转念力量无够，因为心不强，地位就愈脆弱，地位愈脆弱，地心就愈强，所以就成了这石头，去甲压力一层的啦，一层的迄个经济的压掉，伊要挖开大开的，伊能量不好多的。这石头它建袂开啦，所以每个地理啊，咱的心就产生这石头现象，咱的地位就产生这经济，咱长期性，咱的地位叫这石头，它地理的所在，所以呢，因为我们来做修行，那因为咧做修行呢，因为咱没能力，没能力，我讲你一句话，你对啦，你先生，甲你讲两句话，你是毋是开发脾气？你是毋是爱生点气？你。先生的太太对了后，今日去走街，你今日走到红红，你去走那个就是去到青岛，先生还得上你这个车，因为咱的力量无，听得出，我无甲伊听，我就开始变啦，我开始不反动。伊毋通这句话有带来爱语内底，这句话有带来关心语内底，这句话有带来哪亲情内底，伊毋通这句话。伊甲当作伊是咧内面，所以伊听着了，伊无定听出来嘛。伊讲，你骂我都找我闹，你咧讲话都咧找我，迄个哪，我感觉做袂介意，敢是安尼？因为哪，你我都接受袂介意，因为你的心理就是对方当作是你永远关系。那虽然讲，都无缘无根袂当结婚车，无缘无受袂当结婚。到处会造出，处会造出来了，咱把处会当作阿某是种关系啊，阿某是种关系啊，今日你是种关系，咱把当作是安尼，所以一万万关系，一万万关系，因为你能当作对不对？如果你今日若真正地位转得过来，迄个心也转得过来，无论翁婿，无论太太，你甲伊讲的话，咱要用感恩的力量，用足轻声细碎来回答。我今日来参与，我今日爱上开班，咱讲了袂歹呢。后昨天我做来好不好？把咱的囝仔出来，把咱阿孙子出来好不好？好，你来有这个好，迄个哪迄正能量起来，正能量起。过去人我问伊一句话，我太清楚，我就爱讲啊，袂歹款吼。其实就讲起来，敢是安尼吼？有连咧一句话规则就开始要想。一句话出来就开始要烧命，问你一句话就开始要烧命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的心作用，主观意识作用，袂堪这人一句关心，袂堪这人一句建议，袂堪这人一句甲你的时阵啊，刺激运动。有吹叫我，咱真正有够吹叫的，就参像后边吹叫，后边听无？你后来有突然硬下袂？袂起来，硬袂起来，你来吹话，他吹叫就硬袂话，你我问你就倒啊！所以咱习惯了要实在是，真正是袂实在。所以咱一世人就是咱用多轮回，等到轮回就是因为迄个习用了后，因为袂堪真。难讲的，所以看起来讲呢，所以咱开始就是培养啦，就是培养你这心性的经历。所以伊六祖就来讲，何天初心，本自清净，再来呢，但用初心，得了什么？你有一粒何天自性，这就清净。这粒咱爱过这粒，但是咱这粒过不掉呢？这粒无念珠过不掉，咱拢去过这粒石头呢？石头你听无？石头就是地性的性啦。无念宝珠就是这粒地位的贵啦。咱拢去咧过石头呢？咱拢无咧过这粒无念宝珠呢？咱拢看天顶迄粒月亮呢？咱拢无感觉你手中有一粒的明珠。咱的想都想啊，我想去错，我想去头顶，就是想到对迄边啊，拢快乐。
迄个话，你确定有一个真正光明的出现，咱唔通去照。真正无去照顾，谁会照顾？因为你确定无去内观你家己世界，因为你内观世界，你看不，你看无好，所以佛道研究无究。那么第三个讲，佛道甲释菩提讲过，讲释菩提，欲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来去菩萨。这是佛道研究无究的第三本，直接甲释菩提。告诉我们，释菩提，其实这个菩萨，伊就是个菩萨，有我相、人相，什么叫做我相、人相？我相就是咱，我人相就是你，我相的对应就是众生相，众生相后面就叫做寿者相。什么叫做你甲我？就是我就是这个心，你就是一个境，境界境。我一个心去攀援一个境，攀援一个境。走出第三众生，这个众生，迄个佛道用众生相来做比喻，这个众量众生，众变众生，众生的心给搞别笑，看这个有影心，一个小小不要有一小我现在心在这老好，现在想想我现在想在顺，现在想安怎？那我老好随家有习惯，唔理个小事对起，因为你只心去看到迄个。面包三心里面的救星球，以救星球的造成的起家的疾病，这是散光发展的真开，这个我大好发展真可以啊，安尼就是对了，安尼就是疾病，疾病是心的病，执着都是心的病，所以你想中来讲，疾病是想的毛病，执着是禅的大病，疾病是一修想的毛病哦。换一个解说，这种就是互你这个心袂方便，互你这个心袂方便。咱今日咱来知影，拄则修道无条件，生活嘛无条件，无条件叫做自见，无条件叫做无理由，无条件叫做啦太靠天赋。今日你修道有条件，你生活有条件，你生活痛苦的，你还要人生做伙，你是世人太无条件。可能是造成不一样，在当条件，那么条件会改变，在当条件，既然咱查某，迄就是不一样，无往无变的。咱马上姻缘阿某拢是过去式结来姻缘，未来拢有新条件。大家当尿尿，当摕是无毛，有新条件，那下无该输嘞，那就咱法律修过嘞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选择你的快，你识得好好啊。你生活当中，你生家庭内底，你嘛爱自关照。看开，家己啊，无啥人计较。因为看开，识透，识同理为识，了解因缘的来源，因缘的来源拢是无简单。放下嘛是对，该放下该，毋通想多迄个心，想多迄个心有一日倒着触顶着。你想咋办？只有心啊，无法办成。后一个无小心，你若早头是无叫挂了，讲起你的心。安尼去听无？你个是触着你个心，迄个心若人叫下叫做无心啦，无心你晓无？无心会复杂咩？无心爱复杂。咱若无心，我是无心的啦，会生出心来。你修迄个无心比较简单嘞。你修迄个无心就是简单，所以修到尾拢修到最深嘞。唔当很高兴，因为我想讲，老和尚脾气大，大讲师讲师大。老和尚脾气大，大讲师见识大，道行为高。这句话一点就是在讲，你修到一定爱学这个心。你愈老和尚，你心愈坏，也你一个大学师，你该愈会分辨。这个功夫就是讲，今日咱人的心灵的意见，所以今日非常的难得。伊当请到咱好友，陈讲师来到的时阵咱爱上，注意好笑吼，这嘛是咱。
车哦，那个车，那就烧你。公安讲是啊，啊，到尾也是啊，我讲，你到底什么口味？哦，我迄无几分钟啊，是啊，啊，几分钟也还无踩着因，伊咧变一个，所以咱人心吼，你好调，爱你好调，安好不？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出击。感谢目前10分前到冲，蹲到冲，那再审一节的是看体育班潘元成，向江模型3公里前到冲，再冲，3冲，感谢目前人10分冲，感谢各位讲师10分冲，蹲到1冲。再冲，3冲，感谢目前人10分冲，感谢各位讲师10分冲。可能。